眼睛一眨，身子已经半山在，你自家刚刚看，到现在为止，你看高头几道、2道啊，一年发高3，今朝第3道，你不咋认得来了？不会认得。我晓得个，你后头一句讲个，接头有埃个名堂去，啊不个，今朝儿子清康记一家门，但冯元居去吃脱一顿私房菜，这一打对吧？一旦死一大概是。啊啦，我预算不该，差不出大事那个吧？旁边谁是2路汽车的，跟着来了谁只有埃个名？赵明呀，伊还乘公共汽车啊？公共汽车我从来不老乘的，电视上更搞不大的。3点4分过去了，声音也没，跟那走来是总归教室也带下去。哎，这塔斯开班今朝难着话来了呀？那么难他们他们就差不多。来，别个没，谁是你的？哦，你也晓得噶？谁送最是才晓得在？哎呦，男朋友已经上来在，原版花，渣渣才是好花呢。那个老当是龙花的呢。2个。哟，那个是个艺术品哇哈。寻你个真经。来了呀，都孙子来着。哎，来了，你哪不激动个啦？他的孙子。你可能那谁不认得？这只有不认得你，快点，你看看多个外甥女婿。那不能看看你妹妹呢？来做媳妇呢？别着人才弱，囡，还不能吃饭那边快啊？来。这辈是在我用吃噻。来了一个今朝随便来吃来的。哟，你再吃点啊！妹妹就吃。哟，你人家，你人家，我前夫人这个这个。那个阿屌呢？哟！来了呀，你看看侬孙子呢？我估计了，我现在见的比我像。太细了，哎呦，我到八梦几个，不想对人才晓得个，来了你都。3万一定啊！哟，你今朝体恤做啊？你俩结婚单位？哎，来就是讲，今朝随便哪样侬来吃单位话，哪怕我牺牲脱外，侬来吃单位。那是什么呀？按照菜价发财正常的一个收的，哟，800块你就进得了。来了熬做不老汉，那个硬个么是尽量3吃。那有至于哪个一份3份再来吃？你想吃？就像那个来这那个3百5斤一样，我呢欢喜这个杯子一道会喊。OK，1年100。服务员还有讲嘞，不是来面，你今天帮他子带谁在？那么我另外请海吃这个样。再帮他讲一讲事呢。今朝是我的生日，我开心到不得。我看你肯定都拿出来不？拿出来看。你送是花本个吧？拿出来看。我花不老送啊。我再来，我还想不送。那看看那阿成这个成绩啊？啊，有可能的。啥叫有可能的呀？看成绩是蛮多的，还偏你家的。哪来讲？